会讲什么状元的歌他唱？状元的歌哦，对啊，我敢知影状元老呢，要安怎？状元，阮是可爱如风中。这今年孙哥伊当阵唱过，你莫个唱哦，还拖代志哦。啊，还有啥？无呢？我感觉讲，咱每一摆请一个人来，咱来唱一条符合伊的歌。结果咱即摆发现讲，咱的歌词的量伤少啊，无够啦，莫安尼拔石头牵家己的骹好无？那就没有恁若有啥物适合状元，还是讲第一名的人的歌？拜托你老话甲阮讲者，叫我第一名，你要安怎唱？叫我第一名，干嘛呢？请问你安尼有？听到没有？是嘞，是嘞，是嘞吼！真的有这条歌啦！啊，想着会当先去甲大家回是嘞。就是阮顶礼拜去互发现讲，佫讲毋对啊！对啊，阮本来想讲经济人是迄个字念毋对，所以阮改做经济人。后来发现讲夭寿哦，阮连迄个字拢毋对。经济人的字是，就是毋是字咯。世纪的迄个纪，所以你若是要念来叫经纪人，经纪人对，但是咱是念经纪人，就变做会记得的迄个纪。哦，是嘞，是嘞，中文无好，台语嘛无好，拜托大家原谅阮啊！我已经大家努力阮会继续学习啦，阮会继续打拼。而且还有听众朋友讲，北边的迄个啉奶，伊的啉是对的，对啦。有两个音啦，一个是忍，一个是日，一个是了，所以我甲伊错怪啊。白边的白种，拜托莫甲我攻击好无？伊爱我，我若甲骂伊嘛做熟无啦。你黑白讲好无？所以你要甲我回是嘞，是嘞，听众没有是嘞，白边是嘞。啊，等下老师定是要来，老师因这老师来讲最厉害呢。我等下互伊纠正的无？啊，我说紧张，我无法度访谈嘛。你较正经的啦。虽然讲伊是来做功德的，嘿啊，但是你知影做功德什么意思？做功德你要甲听众朋友讲啊，就是无领钱啦。对啊，无领钱，安尼带伊来我甲伊斟解好啊，表达我的感谢。毋通，等下你叫我过要安怎？咱都无主持人啊，这毋是恁上介意的，想要甲我赶走啊？无啦，莫安尼讲。好啦，啊无等下甲伊问者，问讲我敢会使甲伊揽者安尼。好啦，你这甲问啦。好啦，听讲伊已经到楼骹，咱紧来甲伊接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课 Podcast 节目，来听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个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！大家好。哎哟，咱这无足久无来查某囡仔的声呢？咱顶一个查某囡仔，甲搭配去你都。大牌我无讲你毋是查某囡仔吼，听到的人毋好甲伊讲哦嘿。咱今日即个出名人是一个咱以前无想过的领域，今日来到咱的节目甲阮开讲。老师，你敢要简单介绍家己一下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国中的台语老师，我是伫112年考调台北市台语国中的老师，我是泽如。哦，老师你伤谦虚啊啦！你头前还有一个迄甲讲出来，扛棒爱甲伊讲出来啊！白边讲者啊，什物扛棒甲伊讲者？哦，就是伫咧迄个考调老师迄个榜单顶头，嘿，头一个名字，就是咱。所以你就是讲安尼登，就是迄个第一名，就是泽如老师。对。啊，你毋就是状元？对啊。无，咱较谦虚咧，较谦虚诶。对，安尼就是崩秀，崩秀呀，啊就要讲啥？崩卡开始，我就是伫咧崩卡伫考迄个，考无着诶迄个。无啦，我无去考啊，18岁尔，要人考18岁。老师18岁才会当去考啊？18岁敢若袂使哦，你爱先考着哦，即个修学程诶过程是大学毕业嘛。啊，阮爱修课，啊，搁爱修教育学程。老师已经落长诶时间，可能18岁无法度。袂简单讲，就是你时间袂够啦。哦，我诶时辰还袂够，还袂当上路啦。我袂讲你是咧。好啦，咱直接就拄第一条来看个老师问。老师请问哦，当初是你是读啥物科系，才会想要来做即道？
哦，我是台语系毕业的。哦，你就是台语系。对，我的大学就是读中教台的台语系。过来拍广告啊！中教台过来拍广告啊！啊，无搁拍另外一间啊，我嘛是江苏台的台文所啦。江淮 OK 啦，OK 啦，OK 啦，江淮 OK 啦。啊，我自细汉就是因为吼，对，我的数学较无好，说，我嘛是呢，我嘛是，所以我无法度去读迄人讲要做工程师啊、艺术无，我无就是惊即个文学。对，哦，无多啦。我就惊这老师这条路啊，哦，老师这条路嘛是无简单呢。嘿啊，无好考啊。哦，所以就是谁拢会想要读台语科系，因为你读语文呢，一般拢大家拢较知影中文系嘛，是咱最近这几年大家才知影讲，就是有台语系这种物件。当初是咱想要来去读这个台语系。哦，其实我当初是读台语系时，是甲厝内的人已经有一寡求过啊。阮阿爸感觉讲啊，读这敢若无啥物出路。对啊，以前毋知讲台语系出来要创啥。对啊，对大家拢会晓讲。啊，我就想讲，这是真诶一个新的科目，大家人刚刚讲台语会晓讲，会晓听，结果你踏入去台语系了后，你就知哦，台语我会晓写啊。我就要出门，我拢甲人讲，我不会台语啊。搁爱学啦，这些物件爱学。对，真正是万底深坑啦，所以拢是豆豆学来的。豆豆学来，所以当初是你是感觉讲这物件有愿景，你才去读的。对。但是恁厝里人感觉讲无出脱。对。结果你看，我即马早囝放心呢，中完做老师，这嘛是真正是等10年才当着的啦。等10年等着，等几年。即马已经开始要唱歌。好所以你敢是自细汉就想要做老师？其实我以早细汉想要做的就是主播，我就有伫，因为我就是就爱夹麦克的，我想无就想要就爱唱歌安尼。刚刚朋友，阮这篇破文面顶有相片哈，有老师挂出来的相片。你若想要看老师写到啥物看，我嘛无度甲你讲，你得去高中甲看者。安尼可能门口会甲你砸起来。安尼真好，阮的电路也先甲你砸起来。有人甲你保护，安尼阮较安心。老师伤水啊，咱会去用有危险。哎呦，外哥要么走，要么卡掉咧。就是因为想讲，无法度做主播，因为我高中的老师就讲，哦，这条路做辛苦的，你要为记者开始采访做起来，然后就讲，真少个辛苦，安尼卖好啊，赶快会使举麦克，个徛台顶，敢若就是老师对。还有一个律师，律师我可能就无法度啊。律师伫迄台顶话，嘛是举一支迄麦克的。对，所以我就讲，老师这条路敢若嘛真适合我。哦，所以就是限定老师尔，无一定讲补习班还是讲学校。哦，我大学毕业的时阵，捌去一间阮台中要补迄考师中的补习班做过一档。哦，敢是迄间？迄就是什么街啊？里面是大栋的，栋，我爱坐电梯去的迄个。毋是，迄间真正嘛是足有名的一间。迄间足竞争的呢，伊是一个台北的老师开的。对。伊逐个礼拜拢会塞车落去。是哦。足趁钱的呢，毋过迄是干那迄个人趁钱。对，伊拢讲伊安怎。对。我有一摆无说是坐过伊的车。这可能小调，我是有付钱的呢。是啊，阮就是做伙坐车落安尼啦。所以我就是做过迄档了，我就感觉讲，我敢若无适合。对，补习班老师的生活时间无适合我，所以我就全力去拼，我要考正式老师这条路。安尼对。所以你大学毕业了后，对吧？先去做工课，先去做工课，再去考中师大。你是念中还是江？我是念中诶，中师大。你念啥？我中华。但是有江苏大啊，拢有人讲啊。阮阿妈是讲江苏大。对，在地口音就对啊，在地口音。有。这已经毋是嘛是老师啊，你较认真了。好啦，头拄有讲到考正式的老师，那你想要请问这老师对，咱若是未来想要做一个中学的台语教师，请问爱经过什么款的程序咧？咱就是爱先考到中等的教程。中等的教程，这是大学时阵就会使考的。大学就有，大学就会当选。对，咱若即马是讲台语，因为即马你推销台语嘛，对，老师无遮济，所以伊就二专班。就互一寡有兴趣的老师，伊考过 B2 的证照，对认证，咱就会使去
考。所以我若是试看嘛考过 B2，但是我毋是就是相关科系，我嘛是会使去学迄个教程对，你会当去报名，毋过还要自费。自费。对所以我爱先修课。对，你就是爱去去报名，伊讲你会使，你就会使去修课安尼。嘿考过 B2 啊去修课。对哦，另外一条就是，你若是正式在业的老师，对，你已经有教师证啊，对你就嘛共款去修在职的第2专中班安尼，共款出来嘛是来做台语老师。线顶的听众朋友，你有听到无？恁想要做老师的人，迄工迄相甲我讲过，你已经考过 B2 的迄几个，拢甲我去考试哦。有真侪大学拢有开啊，像中部就是江苏大嘛，台北就是台师大啊，还有清华大学拢有，都会使去问看嘛，对。愈来愈济哦。嘿，所以就是，所以我就是有 B2 考过了后，我搁去修迄个教程了后，搁爱考过教师证。我想讲，我会使做老师，你爱考过教师的，欢喜一个。去考过迄个试，你才摕着教师证，再搁去参加临试。所以就是顺势，就是我考过 B2 了后，我去考一个迄个学程修了了，搁考一个教师证，再考这个教师证。刚才准备什么？你爱看做这册，看做这册哦，教育心理学啊，教育特学等等的，教材教法这拢是一条，毋是这学分不是这学分读了，你就是考修完对，咱直接做老师哦。我本来想讲，哈哈，我嘛要来去，毋是讲人想的遐尼简单。我想要来去5人煮地啊，但我要甲阮朋友讲，我要来教恁囝。无，所以敢毋免去实习？我嘛有实习。对，你摕到教师证了，你爱去实习，半当实习的时间，你才会当参加各县市开的真试安尼。所以有迄个学分了，才有摕到迄考教师证的资格。对，所以是做侪关卡的。哇，有影无简单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是半年以后无听到乌边啊，伊可能就是去做老师。半年的时间敢有够？可能无够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是1年以后无看到，嘛无够，咱差不多2档的时间。老师，我毋知阮的节目有法度活遐久无？你莫安尼，我毋知我的节目搞到活遐久。可能因后个月看袂到，因为后个月节目都收。会啦，一定会，好无？好所以就是考教师证了后，再来就是考过人，再来就是爱去实习半当了后，你讲搁爱考试考，看倒一个县市有开即个课，所以毋是我实习了，伊就甲我分派我去倒安尼。无，迄是以早的方式啦，迄是以早啊。对，即摆拢爱家己一直考试，倒位开课，咱就去倒位试安尼。世界流浪去考试。我刚才想讲我中华人，我要等去中华教册。会啊，你看中华敢有开即个课？伊就无开，伊都无开，你就无。对，那安尼。所以有可能，譬如讲，我可能想讲，我想要考到即张照，我要登去阮中部，结果阮中部一直无开，我就一直无法度伫中部。对，即个时阵要安怎？就是爱先看倒位有开哦。对，倒位有开，你就先去卡位啊。对啊，无足可怜的，无钱哪趁的。对，无啦，即摆食番薯做。即摆番薯嘛无俗哦。我本来要讲食番薯食。即摆番薯嘛贵啊。你知影番薯叫做猪母菜无？迄番薯叶敢毋是？对啊，番薯叶啊，叶啊叫猪母菜。我知。即摆猪哪有食啊歹？对啊。好，过来换我呀。歹势哦。安尼想要问讲，今年的迄教师真试啊，听讲最近开始报名。对，国中诶已经有简章出来啊，毋过敢若4月28哦，就名额会展现出来，看有开台语课无？我等下个拜5迄2字加掉。4月28嘛袂使有对无？会使，对，这是台北市啦。台北市4月28时阵简章已经出来啊。简章诶名额会出来几个安尼？老师你拄则甲我讲欠几个啦？对，开啥物课安尼？你拄则讲我可能爱准备2档。上少2档，所以你当初时嘛是准备2档的时间。我是讲准备考即个试，你爱先修学程上少爱2档，修学程爱2档，对，敢无4学期哦，对，敢无迄就是有冲刺班冲刺，无这个上了就无，有可爱时间修2年，哪里过来？我呢得完了吗？
2年，过来准备考试咧。哦，我准备考试，我准备差不多有4档的时间。我今年就是考2年加4档，4档是我有代理4档哦。我代理的时阵是国文科老师，我先摕到国文科的老师的教师证。伫咧即个中间，我代理我嘛接学校的台语社团，就是延续落去，一直拢有咧教台语。我惊着想讲。准备2档搁爱考4档这6档拢无工课，没啦，我有代理4档的国文科，对。若是一般的人像阮这，就是半路想要转读的，要安怎？就是爱先去修课程，对啊，但是修课程这中午搁爱修课，你会使 part time 做临时工。所以迄个课是日时还是暗时嘛有？你讲当时的，就是修迄相关的课。我拢读日时的，日时的，对。暗时的我无听过呢，无听你讲。对，我拢是日时的。什么进修课？伊毋是都开咧暗时？无，伊拢是休热休寒，无就是拜6礼拜，这第2专中班会开的时间。对，嘿。所以真正是为老师咧开的呢。老师有休寒休热。对。无简单。好，过来想要问讲，你创这个我讲惊着。想要问讲，老师就是当初时看到迄个放榜的时阵，你的名伫咧顶头，请问你的心情是安怎呢？就是你当初是你看的时阵，若是我一定都上下骹开始看，想讲真的迄种感觉，第一是我。迄当阵台北市考试足紧张的，就是你当天考了，迄天的12点半暝12点就放榜。有紧张无？免困啊，拢无困啊，对。12点一到就开始足紧张的试迄电脑，对。就看到本土语言第1名爽一个，打电话转去，叫因老爸起床啊！你看啦，我无出段啦，做家伙啊，起来放炮我无出段啦，你看啦。阮妈嘛拢无困，阮妈讲有无有调无？我讲有，我第1名。公营倒转来哦，感动诶！阮妈讲办倒来办倒对，夭寿哦，无食着啊！想啊，实在无重点伫倒，重点是我想要食办倒。因为要加老师这条路真正是无简单啦。对，而且听你拄则讲的迄个过程，搁爱先准备，搁压力真正足大诶。对啊，而且但是迄当阵你敢有想过，就是讲若是无考掉咧，无呢，我就是一直想讲，我一定会考掉，所以我就逐天拢足认真咧读册。哇，对。免弄安尼可能考袂掉，我无法度逐工拢在认真。免错，我就是无考的时阵就是读册。若是要考试前半冬，我就是秘伫我的风水宝地中教大图书馆秘起来读册。所以你拢无啥物，你迄考试进前拢无啥物休闲？无。总是会有食饭啦吼，有啦，爱食爱困啊，总是有食饭但是困敢困会好势，因为有的人要考试之前做紧张的，袂食袂困。袂呢，我感觉你就是平常心去准备啦，是呢，认真读册，烧头壳做枵的呢，读来就做枵的，你敢袂？袂啊！平常时有咧读册，无要紧，食饭的话题较正好，请问拄着。老师安尼请问，就是你即摆上课已经一段时间了嘛？那你若是上课拄着迄无专心的学生，比如讲你咧教台语课，因为进前真侪人咧分享嘛，就是讲因为台语连考袂考，机考嘛袂考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对因来讲，这个学分就是安尼无要无紧啊，应用学分，对啊，而且以前毋是拢过甲这本土语言课起来，啥物创啥课，我上会记就是迄音乐课，歹念音乐课哇。摕去教数学，气到要死！我要唱歌，我要分品啊！你怎起来教数学？上头要数学，佮搞起教数学。阮学校是规定袂使借课，你若借，你就是爱还。所以对啊，即摆应该像拢袂使对，嘿所以伫咧上台语课的时阵，其实台北的囡仔，因为我伫台北教，台北囡仔伊的台语真正程度无介好，所以我会用较生活化的方式，对，还可以引起伊的动机。啥物款的生活化的方式咧？你讲当作你现场大开学生，对啊，就是我平常时若是像像我即摆有上着一课叫做联会故乡，即摆咱呢白好袂歹哦，阮联会故乡，
啊，老师甲你考试，对考的故乡伫倒位？大川啦，你顶礼拜学过啊？我嘛就上课的哎我。所以我就会甲囡仔展现一张相片。对嘿即摆毋是伫咧面册就流行食迄莲藕粉，对啊，淋足侪料的有无？哦哦，迄囡仔拢足爱，哦，迄有一个味呢。啊，伊毋捌食过啊，哦，所以你就先摕迄张相片互伊看。所以你上课的摕物件我食好。最后一节课你爱认真上了即个单元，对啊，咱就来做莲藕粉，互你食。哇，听哎因就爱呢听起来袂歹呢。对啊哎，我对啊要来上课啊。会当有通食，啊，对佫会当学着物件，啊，毋是敢会使炸转去？无法度炸等于着高高啊，无好食。哦对，啊，啊，毋是敢若会使食尔，你还佫为食你看到的莲藕粉，什物色水啊，摸起来什物感觉，即种五感的体验，叫人用喙讲出来。哦，讲出来安尼对，哦，口语啊，爱互囡因练习仔真正是讲。为着要食物件的时阵做拼死的呢，对真的而且尤其是迄甜点、对，啊甜料啦，甜点，低料，甜的点心，干净哦，低咯低咯，对。为着甜咯，囡仔真正是会拼死个吹落。啊去设计一寡较生活化的教材安哦，尼。所以上课进前就是爱想讲我要安怎，就是上即个单元哦，爱准备偌久的时间？哦，我差不多拢是闭课时间我像迄课嘿，我伫咧差不多半当前，因为我一摕着课本嘛伊，个先去订莲藕粉啊，嘛是吼，一定爱备好诶，哎，一定要备好的对，哦，备好啊，无做一迄较假迄较穿的规间拢爱等呢，我来讲，对毋是你随订就随有呢，我就摕着课本就开始备课，开始订。啊，就是即课会使食食的的，上即课安尼。哦，对厉害呢！啊，无当下因就感觉哦，无趣味，对啊安尼，对。哦，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老师你一礼拜爱上几节？因为你看哦，你半年前来准备，你一礼拜来上7节，你毋就倒啊？我一礼拜哦，系啊，我一礼拜16节，老师赚做侪钱吧？无啦，阮是辛苦的阮是月级无，阮毋是你考虑这钱固定的对薪水啊，毋是一节课偌侪钱安尼啊？无我无。诶，我一礼拜有16节，啊，佮因为安尼配课，因为佮会抽其他的囡仔出去上客语啊，是对手语嘛，对对，所以因着配课老师会无够，所以我的课佮有配2节是台语社团，所以我一礼拜是18节的台语。哇啊！社团是咧上啥物课？哦，我就上台语，互因看台语的电影内底去学伊的生活农历的主题。哦，对，即摆毋是即个议题农历，啊，就甲伊嘿嘿嘿想看有迄性别。哦，还是还是环境迄种的家庭对，哦嘿，安尼就袂感觉哦，足无聊的，无所以想要学。你一个人上18节啊，好好感加你一个台语老师。正式的，敢若我一个，哦，专任的，就是我一个。啊，有其他的资源告诉。佮有其他的，就是有考过 B2 的在职老师，伊嘛会来兼，啊是真正无够，就会去请资源教师来来支援一个。哦，对是哦。啊，你除了像你拄则讲的，你上课啊，你搁2个社团，啊，敢搁有需要啥物？阮之前搁捌听过有的台语老师搁爱兼啥物学务主任啊，搁创啥个创啥？哦，迄倒呢？无呢伊讲伊会倒。阮就是平常时，若是有基本竞赛，爱负责指导囡仔朗读啊、演说啊，才会字工课。音字形。对对对对，嘿啊，。老师若是本身无迄个比赛经验，要安怎指导？基本上拢应该会有呢，像我家己嘛有参加过朗读，还有字音字形。是对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换你啊！我是白边。今仔日要演说的主题是，哦，好，袂歹。老师歹势啊，阮平常时就是安尼。安尼较活泼啊，啦。若是有着定学校，敢有啥物奖励呢？对啊，譬如讲学生若调定，你会当加菜金嘛，200，无，啥物拢无，无，就是一个应有安尼，啊有奖状啦，有奖状啊无就是嘉奖啊，家长哦，啊家长敢有钱，无钱，无我想要伊的就是钱，无而且钱。还不爱鼓励着中学生。对，哦，真的老师真正不要钱啊，不要钱，外口啊外口，那种没有啊，恭喜恁啊，后边要老来了。好，过来想要问讲，就是咱定定听着
人讲就是过10多年台语就要断根啊。啊，你以老师即个状元的身份，你敢有啥物使命感伫你的身上？对啊，你当初是看到第一名说，哦，我台语第一名，我是即个我是即个正式的老师，我一定想要什么拍拼是啥物，敢有即种物件？其实我感觉语言是活的，伊就是一个活的物件，所以咱一定爱生活化传互囡仔。是，你袂使搁摕真古早的音来甲因教，可能咱嘛无听过，伊嘛根本就毋捌听过，咱是要安怎甲伊教？所以你讲使命感，我无遮大的。即种伟大的使命感嘛，啊，我只是讲，我已经无做大的做久啊，你莫来甲我叫。应该讲吼，我是有想要传承台语，毋过以我的方式，我会较活泼，用较生活化伫日常当中，互因愿意开喙讲台语。所以听起来老师的方向，较是讲先声音来，啊，互因有兴趣，有兴趣了，咱才豆豆亲入。对，哦，爱教嘛是会教啦，像字音、字形种罗马拼音嘛是会教。基本的，对，爱就用较开，就是佚佗迄种方式，啊，互因去练习咱的罗马拼音。啊嘛袂使讲拢无教，我嘛是会教。对，你是爱听讲读写。啊是像我即种，就是拼音有够老的即种的。我会使甲你教。先教，先学的，晓得？这边拢写这你写100届啦。我度我平单个蓝烂。美芬老师等下讲我偷摕伊的书，平单个蓝烂写这拼音，我这拼音做老的呢。我有当时会晓讲，但是就是你问伊，我的拼音真正是。其实你教册时阵教着囡仔拼音嘛，你会感觉想讲，因为咱台语搁爱变调对无？对啊。你就想讲这敢若先莫甲伊教变调，结果我伫咧顶礼拜啊，甲因教拼音的时阵，因就问我讲是安怎物件，搁有加咪，音无共款。哦，家己就发现。伊家己就发现呢，其实你家己就做欢喜的，做老师就是安尼。哦。嘿，你就会想讲，哦，伊真正有认真咧听你讲台语啦，对。使命感嘛，这敢会使算一种使命感，对。是啊，你就是希望伊会当互你回馈，啊，你希望你教的啥物件会当引起因的兴趣，对。你一直咧想要找出即个关键点伫倒位，这就是你的使命啊。对，所以我做甲够啊。我袂使讲偌伟大，毋过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啦。哦，啊，若是就是以你就是做老师的角度啊，你感觉讲就是引起因的兴趣了，你过来讲有啥物款的望，还是讲啥物款的想法？有，我伫咧顶学期咧说台语的时候，我家己有较急，所以我就会就想要互因拢开喙讲台语。对，结果我就感觉我家己去，对，我去思考讲，我敢若伫台北规个拢讲台语嘛听无，所以伊即摆拢因足巧的，你讲台语了，伊就会看你，一直甲你看，啊，你就一直甲伊看，你知因咧创啥无？伊咧等我啥？等你，甲你学了？毋是，伊咧等你翻译。哦，意思是我看老师讲了对啊，毋对安尼哦。伊会讲你敢会使搁讲华语一届？哦，对啊，因为伊听无，伫顶学期是安尼。对。啊，即学期啊，就自开始，你就发现讲，伊下课行伫路，伊会主动甲你讲，老师你好，伊会讲台语。哦，对，安尼你就感觉有价值啦，对，有价值。我感觉安尼豆豆来，豆豆进步，其实对因来讲，因愿意开喙，过来伊愿意读本。啊，愿意念课文，愿意了解咱台湾的文化，其实这就是一步一步来啊。哦，对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哦，你的想法，所以你的望就是希望讲以后囡仔是上课自然，就是用台语开喙，而且就是咱会当就是规节课拢讲台语安尼。我感觉规节课无可能。对，我想这样，有一半以上我就会偷笑啊。对，我就会足欢喜的啊。哦。小朋友呢，我们说说呀，我都不是。那安尼老师是你讲一句台语啊，过来家己翻做华语安尼一届，还是就是念一句，还是讲念一段，啊，再甲因讲这个台语好做啥物？哦，你讲课文的时阵啊，我会规个拢带因念过一摆。对，结果因若念了，我会讲，倒位你无清楚的，替我藏起来。
咱才来解说。规本都拢画起来啊，嘛无遮含啦。画一个大圆图，甲规本拢圆。其实因只是无愿意开喙，因听有无？其实有呢。对啊，即摆囡仔拢安尼，拢袂爱开喙呢。系啊，囡仔拢无爱应呢，拢袂讲话。对，所以你就点名。像你上课时阵，老师讲，乌边你认为啥款？我讲老师还有别人画咧。你问别人啊？你创你问我？你安尼我拢袂使偷走课啊，嘛袂使偷困呢。我要背一个手机啊，你就一搞叫。所以点名吼，我会抽签抽考啊，对。啊无就是分组啊，互囡仔甲囡仔之间去教学，因家己就知影讲哦，原来即个音是安尼念，比老师咧去教佫较有效。对，囡仔甲囡仔之间两个去学可能，方法袂歹哦。因为因会互相模仿，对，用迄模仿语言就是喺拄模仿开始。对，啊你妈妈要去甲纠正讲，你讲毋对，毋免，你就互伊豆豆去听，伊就知影讲，大家拢安尼讲，啊是倒一个较对，啊是倒一个较毋对，伊就去来你问，啊无伊就家己去查。对，你要甲伊教方法，毋是甲伊讲答案。对，果然是老师。对，真正诶，我上介老师讲这做了无好，来我做一遍互你看。结果老师做3遍了，老师做毋对，你就拢做了。我伊讲，老师你袂晓，甲我用者。做3届了，老师生气啊！做了啊，拢免做啊。耶，做了。够皮的你。对，我想到一个问题啊，我想到我要问啥？老师，即马台北的学生啊，因伫厝敢会讲台语，你敢有问过这个问题？有，我头一节课我就问过啊。对，伊会讲，我会甲阿公阿嬷讲台语，听阿公阿嬷讲台语。哦，所以我就问讲，你听有无？听有，你会讲无？袂，因为阮阿公阿嬷会学华语。对，无毋对。阮阿嬷嘛是哦，所以我就问伊讲，你的阿爸母甲你的阿公阿嬷讲啥？讲台语。你阿爸母甲你讲啥？讲华语。你阿嬷甲你讲啥？华语。对。听到朋友啊，搁讲一遍啊，老大人迄7、8、90岁的人都会当学华语啊。你即马才几岁尔？人因这老酷酷，袂当讲人老酷酷，因这老懵老个步头到的年纪，搁有法度来学这新的词类、新的名词。咱这少年辈囡仔，你要讲你台语学袂起来，真正是讲袂过。对，对，无论是台语，还是客语，还是原住民语，就是你的母语，就是学一两句，渐渐拄生活开始。对啊，咱豆豆来看看是一定有一天会当互你甲这物件捡倒转来，就是捡济捡少尔，甲趁钱共款啦吼，有趁。你讲话较好，对啊，即个话题安怎行拢行会较趁钱。他种朋友一定想讲惊奇怪，今日即个主题到底是啥物？趁钱真重要。无啦，因为就是顶礼拜阮请毋是顶礼拜，听众朋友恁放袂记啊，无顶礼拜即个代志。之前有一集就是请米粉老师来，因为伊有讲到伊到前的时阵是唱歌，结果就是有听众朋友想讲，因想要了解讲就是做台语老师这，因为其实讲真诶，台语老师足少诶。我即摆已经脱离，我正搁咧读册哦，惊着。我正咧读册已经脱离迄国中足久啊，所以我嘛毋知影讲国中、高中迄台语咧教啥，我嘛无熟悉遐个老师，所以就是因就想要了解讲台语老师到底是咧创啥物，是安怎会当考着即个物件，对，所以阮今日才会邀请老师你来坐来阮现场。其实我到真的时阵，我嘛是用唱歌的，你嘛是唱歌的，所以听众朋友有听到无？爱听阮的节目哦，阮歌曲节目，你加唱一寡台语歌，你就会当到真的时阵会当成功。毋过我是爱唱歌，毋过我是选一个文本，即个文本就是陈宪国老师伊的，我上爱食的猪上便当，猪上便当是倒位才有的？对，无毋对，我就是唱一条，毋是干那唱就煞。你洗阮呀，这洗足久的啊，毋是干唱就煞。该唱歌戏啊？毋是哦，歌戏敢若是迄头讲，阮台北市第2名，迄个就是唱歌戏。讲甲拢放送出去。第3名该不会？无，阮敢若出2名啦，2个人尔。我讲第3名颁布第2个。所以是毋是就是爱较活泼的囡仔，就是你看下骹遐个老师对，就是讲这时阵讲迄个时间。报第2，听到你无看了来创啥？你颁布第2。
对啊，就是唱歌，唱了了，甲解说迄条歌内底有啥物自然的景点，哦，有啥物好食的名产，哦，啊，毋是甲来唱就了啊。哦，所以就是就来去台东。嘿，要唱一来无？欢迎是我要老唱吗欢迎老师。老师，你家己就开喙啊，你就唱者哈。啊，阮这吼15秒内底，就是袂去用掠，袂有版权的问啊题，所以就唱你要经一段15秒甲唱出来呢一段。好啊，无你就唱较长，我即个加掉。啊，无你要做伙无？袂啊，我们听老师唱。拜托，这歌唱节目，阮是平信的。什么时阵佫变平信去啊？好，来，我唱一段就好啊。好啊。我还会记我唱的时阵，考试迄工去上悬，家己个破音。今日买使表演节，今日买使表演节。好来，我开始吼。欢迎请。你若来台东，请你真少看。出名的迄山，也有一支足好山。草路一影，无张唱简歌。红头树三仙台，美丽的海花。行啦，出来耍啊，出来耍啊啦！哦，赞，赞，多谢老师。就为遮，咱就会使来解说红头树三仙台这故事的由来。哦，对啊厉害呢！啊，还有结合文本安尼，台湾朋友想要考老师的，即马开始准备啊，3年以后要看到恁考掉哈。开始练唱歌。有唱去考试拢爱有唱歌的吼，倒过来，我甲你放伫 Podcast 顶管。哦，老师真正是多谢你呢，今日下课了，佮专工拼来到阮伫遮练消会，伊一定想讲我做后悔来到遮的。袂啦，分享一下家己的心路。对啊，就是分享你的心路嘛，互一个线顶一寡想要了解较真的朋友，会当更较清楚即个过程，啊，佮有知影讲老师的艰苦，还有爱坚持落去。爱坚持哦。对老师，你敢有啥物话要甲因鼓励？未来遮的朋友可能想要去考安尼。就是即条路可能真歹行，不过你只要坚持落来，你的愿望一定会成真。毋免坚持，我啊，不过真的啦，真的爱坚持落去。对啦，家己的未来就靠恁啊啦吼，希望就拢伫大家你身上。做伙加油。好，无问题。对，好啦。时间差不多啊，紧帮老师等去。老师搁要拼车等去。老师都辛苦的，我看伊安尼，我做歹势，我只一电销，我做惊伊甲我拍。袂。我虽然不，我即摆嘛甲借叫老师拍。即摆老师袂使拍，罚起10分钟，超过10分钟就是体罚。啊，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所以即摆囡仔拢爱用爱的教育。即摆我就会当为非三组。好啦，紧收尾啊！好，来老师收要起笑啊尾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下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，请酒们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你家己听着，你即摆试看觅，无你等下就是先试一下你唱歌的声呢。好。你那老师你若是，我找只歌词，我等下。老师你等下若是迄，即排我可能会拢甲你消掉我啊。知。